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旗国造的代表作之一——永盈号高级教练机。去年的11月底开始陆续交予空军，目前已经交4只，全部拢部署伫个空军台东制航基地第7联队。今仔日伫个台东甲 F5战机做伙来操演，这嘛是永盈号教练机伫个交机了后头一届公开来献光。 离涂骹高500英尺，永盈号高级教练机飞过跑道，好风叫引擎声，互民众拢看个真美。3台永盈高教机今仔日伫咧空军第7联队和 F5战机做行动操演。这回也是永盈高教机交接给空军之后第一次公开亮相。 永盈高教机一个代替空军官校的 AT3高教机，和1974年的 F5型战机，量产型的第一台，伫咧去年11月底交予空军，即摆经交机4台，当安排伫咧制航基地，因为台东的第7联队是空军战斗机飞过摇拿。Marble 的一个角色太沉重了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机队的文化跟一些教育的那个教官能量师资，一步一步的把它成立起来。对，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。 教官目讲，比 IDF 战机永盈的进场速度明显降低，真适合学员当作训练。平常只要做可能1次到2次的检查，那我发现说我可以甚至可以做到3次到4次，可以提升学员在操作过程中一些风险的降低，那跟操作的预量。66台永盈高教机预计伫咧2026年全部交予空军，即摆36台 F5型战机会伫咧2024年左右，互未来空军飞行员训练，为即摆3阶段3机种改做是3阶段2机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